如果你呢一次做得唔好嘅話咧，你可能要花10倍嘅時間咧，人哋先會同你改觀嘅。你知唔知道啊？原來有調查顯示咧，喺社交場合，原來7秒鐘咧就可以令人對你有一個第一印象噶啦。咁以下3樣嘢咧，你一定要注意咯。第一就係關於你嘅外形着裝啦，例如喺咩場合着啲咩衫，係咪適合呢？仲有自己嘅儀容係咪得體？你望人嘅眼神係咪堅定同埋直接呢？第二就係肢體語言同埋面部表情啦，呢個係你展現自信好重要嘅一步。當你望人嘅時候呢，眼神要溫柔而堅定，笑容呢要誠懇。另外呢，企啦同埋行嘅時候呢，背部要挺直喎，唔好寒背或者縮起條頸啊。另外呢，就係開會嘅時候呢，手啦要擺喺適當嘅地方，唔好擺喺個台上面啊。第三，管理好你嘅聲音表達，即係咧講嘢嘅時候咧，唔好太急促，又唔好太慢喎，個節奏咧要舒服嘅，又唔好太高音，又唔好太低音，因為咧俾人覺得咧你個情緒起伏咧就比較太多或者太少啦。同埋咧講嘢嘅邏輯咧要清晰，諗過先好開口講啊。記住啦，第一印象咧只係有一次機會嘅啫。如果你呢一次做得唔好嘅話咧，你可能要花10倍嘅時間咧，人哋先會同你改觀嘅。所以呢3點你一定要記住啦。